Hello，大家好，我係 Elsa，今日咧想同大家分享一個非常之好嘅消息啦，就係關於呢個嘅 Cointelegraph 嘅一篇嘅專屬嘅文章 for 呢個嘅 Pipework 嘅。關於呢個嘅 Pipework，佢同呢個 XRP Stellar 進行呢個比較。關於呢個嘅 ISO 20022，就假設到話 ISO 20022同呢個 Pipework 合作，銀行傳信息，用自己嗰套黑話。對方未必聽得明，但係而家嘅話，大家都用統一語言，就可以令到一個跨境支付更加快、更加準、更加透明。講到就話，到呢個2025年11月22號，大部分連接 SWIFT 嘅呢個嘅銀行都會正式使用呢個 ISO 20022。美國聯儲局、歐洲央行同埋全球嘅大型支付網絡，即係話到入到 ISO 陣營，就等於你獲得呢個全球金融通行證。如果未加入，就 sorry 啦，連匯款都跟唔上節奏。咁最近好多嘅傳言，包括呢個 Cointelegraph 呢個所謂嘅主流媒體，就講到話 Pipework 會喺2025年11月22號之前完成升級。雖然我唔係話特別相信呢個消息， Pipework 官方亦都冇自稱加入呢個嘅所謂嘅合作。Pipework、XRP、Stellar 佢哋分別係點樣？有咩唔同嘅特點？ Pipework 主打呢個嘅社交掘礦、手機掘礦。而 XRP 主打係銀行級別嘅一個跨境結算。Stellar Network 主打一個低成本匯款。Pipework 嘅用戶基礎就係5000萬個下載。XRP 主打嘅用戶就係銀行同埋支付嘅公司，而 Stellar 就係 NGO 零售客戶。至於 ISO 20022嘅支援， XRP 已經全面支援。Stellar 天生兼容。Pipework 就係有傳消息喺11月22號之後正式啟用。Pipework 嘅優勢就係社區夠大而入場。XRP 嘅優勢就係速度快、流動性高、有信任基礎。至於 Stellar Network 就係成本低、兼容性高。Pipework 嘅弱點就係流動性比較低，冇機構合作。至於 XRP 嘅弱點就係中心化、過度中心化同埋法律風險。Stellar 就係流動性比較細，採用率低。簡單啲咁講，XRP 同呢個 Stellar 係一個老字號，銀行級別嘅技術，跨境支付、監管信用都有。至於 Pipework 嘅話，雖然人多勢眾，但係目前嚟講仍然未完全去中心化，流動性亦都唔高。Pipework 不單止要證明自己有一個社區嘅優勢，仲要有呢個嘅金融嘅實力。Cointelegraph 講到未來有3個劇本，最佳嘅劇本就係 Pipework 成功升級，真係打通咗呢個銀行、商戶同埋 DEX， 成為第3個 ISO 20022嘅巨頭。至於中等嘅情況， Pipework 喺個發展中國家入面，淨係做一個匯款市場，好似窮人版嘅 PayPal， 有用啊，但係未必成為呢個主流。最差就係升級就係升級咗啦，但係冇流動性，冇採用，最後變咗一場又一場嘅白日夢。Pipework 目前嚟講 Web3 普羅大眾實驗，佢成功咗嘅話，就代表住全世界冇銀行戶口嘅人都可以參加呢個嘅數碼經濟。佢失敗咗嘅話，亦都提醒我哋技術唔等於成功，信任先係真嘅資產。咁你又點樣睇？你認為 Pipework 會唔會成為下一個嘅 XRP， 定係變成一場過眼雲煙？記住 CLS comment like share， 亦都話俾我聽你嘅睇法。我會分享更加多嘅 Pipework 最新消息俾大家。下條片再見，拜拜。